恭喜紐卡素唔容易啊！70年嘅等待，終於攞到咧英格蘭本土啦重要錦標聯賽杯決賽2-1擊敗利物浦，又係一場啦。場外嘅故事仲精彩過啦，係比賽嘅。如果賽前你估到啦，紐記會捧杯會贏啦，好多嘢都中咗㗎，包括紐記啦200%盤命去打啦。咁而利物浦咧不被看好嘅因素啦，真係好多㗎。啱啱俾聖日耳門喺歐冠淘汰啦，咁條氣啦可能會窒住啦，咁另外會攰啦。此外啦，有球迷話沙拿咧齋戒月會唔會表現唔好咧？咁我話倒不如講越傳越勝啦，就係沙拿、雲迪克同埋琴日傷缺嘅亞歷山大阿諾特咧，極有可能咧一齊離隊㗎。所以球隊咧就患得患失，打得唔好，輸波咧合情合理㗎。不過史諾咧賽後訪問都幾叻㗎，包晒頭先啦，所有我哋擔心利物浦嘅地方。不過今日容許我哋啦，紐記係主角先，我會揀多2個啊。古美利斯佢身為巴西人啦，但係咧入型入格、入晒血、入晒肉㗎。佢話咧我好多謝咧就紐卡素嘅傳奇射手舒利亞啦，賽前鼓勵我，賽後第一個俾我短信啦，去恭喜我攞到呢個錦標，所以我要做舒利亞。佢講緊唔係舒利亞個威，而係佢不斷喺謝場嗰度啦，都係同球迷講，喊住咁講，呢啲係你哋值得㗎。我學到嘢，球員係揾食，佢哋要睇住份糧。照顧屋企，但係作為佢哋球迷嘅英雄咧，佢哋最主要服務嘅係球迷，要為球迷攞到佢哋應該得到嘅嘢。古美利斯好嘢，作為外援做到呢一點啊，今日自己人更加唔使講啦。現代紐卡素先生啦，就係2米巨人中堅嘅丹搬恩，佢咧就喺紐卡素會址啦15英里以外出世，細個咧就側邊耳濡目染下啦，我得一個目標啫，就要為紐卡素踢波。但結果咧，佢嘅聲譽麻麻地啦，紐記又唔要佢嘅。好啦，唔放棄去過富咸喎，富咸又唔要佢㗎。跟住席間咧，感覺到佢未必踢得職業足球啦。喺人哋練波如火如荼10幾歲啦，佢去超市打工啦，維持生計。但唔放棄，令到最尾回巢紐記，到而家攞冠軍，成為球隊入波功臣。而同個禮拜啦，杜曹作為英格蘭國家隊嘅新領隊啦。50人嘅大名單有 Dan Burn， 一個妥妥貼貼、不折不扣嘅勵志哥故事。不過勵志哥啊，你哋唔好慶祝咁耐啊！而家佢聯賽排第6，佢哋第5位可以參加下年歐冠嘅曼城啦，1分距離啫，係咁要慶祝2日，2個禮拜後又要打聯賽㗎啦。好啦，我哋後兜史諾嘅精明啦，如果能夠做得好啦，佢可以第1年嚟到教利物浦，立即攞聯賽冠軍，犀利㗎。但係問題咧，9周聯賽12分。喺連輸2場之後啦，喂，會唔會翻到嚟繼續利物浦都係冇乜精神，因而真係射翻晒出去啦，就俾亞仙奴追到啦。所以你史諾賽後叻啊，一貫地啦，佢冇鬧球員，佢就係話啦，我哋連續對2隊勁旅輸一啲都唔奇，上半季能夠咁順啦，因為我哋對手啦唔係而家咁強。唔好講得遠啦，4月2號我哋要對愛華頓，我哋而家知道愛華頓有幾強㗎。所以我哋抖擻精神，喺國家隊賽事之後，即係大概個半禮拜之後啦，我哋翻嚟要齊集練波啦，攞翻個心神翻嚟。我覺得史諾啦話俾班球員聽，你哋要做啲乜嘢。另外，我哋對於利物浦嘅擔心啦，佢一概不提，將佢哋淹沒住，就等大家唔好再發酵。我覺得史諾嘅做法啦好聰明。喺唔夠2個禮拜後嘅週末啦，其實係足總杯嘅8強戰㗎。到再下個禮拜嘅週中啦，4號英超。咁到時啦，亞仙奴啦會對住富咸啦，直接就俾壓力利物浦。留意喎，亞仙奴踢咗1日㗎，到時會唔會縮減到9分？利物浦對愛華頓真係甩碌咧？你覺得？